你有冇試過同一個人講住嘢，眼神唔知點解會飄咗去對方某一個位，自己都察覺到，但又講唔出點解我有，而且唔止一次。其實唔止講唔出，應該講係我講得出，但我以前一直唔肯講，因為講出嚟，自己都覺得有少少怨，怕人哋當我老咗。最記得有一次喺舊式酒樓飲茶，開頭有個後生仔同我傾偈，佢講嘅嘢我其實有聽入耳，但望住對方個耳珠，望咗成5、6秒，對方仲以為我心不在焉，仲特登停低問我：叔叔，你有冇聽到我講咩？其實唔係，我嗰陣腦入面諗緊嘅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。我諗緊嘅係點解呢個後生仔個耳珠會生成咁嘅形狀，身上有啲位大，從來唔係樣衰，而係我觀察咗幾十年先肯講出口嘅一重氣場人仔。呢個人哋唔係一朝一夕睇得出，而係日子有功，慢慢累積化為你一重眼力。好多人以為睇相睇風水講嘅係爛唔爛，正唔正，耳仔細細，額頭窄窄，大家自動會覺得唔有氣派㗎，甚至會覺得呢種人將來未必有出息。但依我所見，從來唔係咁簡單，更加唔係單憑碗標誌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嘅福分厚薄。原來有啲位大咗少少，先正正係福氣厚嘅證據。而呢個道理，我自己都諗咗好多年先諗得通，中間仲推翻咗自己以前嘅判斷好多次。風水古籍背後，我哋讀書人最早接觸嘅一半係易經。易經坤卦文言有一句我教咗好多年書都仲記得，即善治家，必有餘慶；即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翻譯做翻我哋而家嘅話，意思係話一個人長年累月積落嘅善唔會憑空消失，佢會留落痕跡，顯現出嚟。同樣積惡嘅唔好亦一樣會顯現，唔會因為你做完之後冇人見到就當冇發生過。原來呢種顯現唔單止顯現喺一個人嘅運氣裏面，仲會顯現喺佢身上幾個具體位置。呢幾個位置唔係隨便講講，而係古人留落嚟，一代一代驗證過嘅觀察。幾百年前有一個故事，我喺好多本古籍嘅變卦批著裏面都見過類似嘅記載，出處已經考究唔到邊一本書，但傳說流傳嘅廣唔同地方嘅講法仲有少少分別，但核心都係一樣。話說有一位雲遊嘅修行人，衣衫單薄，行到一個山村投宿，村里一個路過婆一見到佢，二話不說就讓佢入屋，連屋企最後一碗米都攞出嚟煮飯俾佢食，自己反而賴肚餓。村民問婆婆：你都未識佢，點解咁信佢？萬一佢係配人呢？婆婆話自己唔識佢配人，但一望佢個樣就知佢身上有啲位唔同一般人，望落就覺得呢個嘢唔會害人。婆婆冇講得出究竟係邊一處唔同，佢淨係知道佢睇得出呢種感覺，講唔出道理，但又真實存在。而家就喺香港深水埗，我識一位陳伯，佢喺一條舊街開緊一間冰室，做咗成40年，從來冇擴張過，亦從來冇加價加得次地。間冰室裝修舊到牆都甩皮，要先轉起你仲會發出啲聲響。但每日朝早6點，佢間鋪頭門口排嚟隊，可以由鋪頭口排到轉北，連啲後生仔都肯提。我問過熟客點解寧願排隊都要幫襯嗰間鋪，街口仲有間裝修靚過佢10倍嘅連鎖快餐店，有東西又方便。
一個熟客同我講，佢都唔知點解，但望住陳伯就係安心，食佢嘅嘢，連心情都會跟住靜落嚟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自己諗起陳伯嗰個樣，都仲覺得有少少感慨。我望住陳伯個人，心入面其實有少少明白，但呢個明白，我留到下一段先同你講。你而家可以先自己諗下，呢種安心感到底係從邊一個位發出嚟嘅？你可以諗象下，呢種氣場人哋就好似你部手機嘅信號格，你睇唔到信號本身，但你睇得到格數夠唔夠格，通唔通到電話，格數夠嘅時候，你自然心安；格數唔夠，你就會不安咁望住屏幕。呢個比喻可能唔夠貼切。信號格始終係科比，我哋講嘅係幾千年累積落嚟嘅東西，但個道理係咁嘅道理。有啲東西你睇唔到佢嘅本質，但佢留落嘅痕跡你係睇得到嘅，只係你識唔識睇。簡單講個邏輯係咁嘅，長年累積嘅心性顯現成氣場，氣場日積月累，會喺身體某啲位置產生變化。呢啲變化，你識睇嘅人一眼睇穿，唔識睇嘅人就淨係覺得呢個人望落幾奇怪。你嘅福氣從來唔係靠求，而係靠你自己一直留落嘅痕跡。我而家可以同你講，呢種氣場人嘅可以體現喺人身上3個位置，缺一不可，少一處氣場都唔算完整。第一處，其實好多人都有，但從來冇人講得出點解咁多人有，但又唔係個個都演得出嗰種福氣。呢個落差正正係好多人睇相睇咗幾十年都大唔通嘅地方。第一處嘅秘密，我特登擺喺呢度收咗手，唔係賣關子，而係想你先自己諗一諗。你而家應該心癢癢，但我老實講，你唔知道呢一處，你照鏡都唔會安心，因為你只會望住自己個樣，望嗰啲表面嘅好唔好睇，完全唔知道自己原來一直忽略咗一個最簡單嘅參考點。啲100年前有一個跑江湖嘅上士，專靠睇相幫人指路，走遍唔同墟市，靠眼力同經驗揾食。有一次佢喺一個墟市見到2個後生仔，一個生得眉清目秀，衣着體面，但以珠箔撲地貼住面；另一個樣貌平平，衣着樸素，但以珠好大，垂落到近肩。生士同自己徒弟講：10年之後，你睇鬼起後嘅，反而係嗰個樣貌平平嗰個。記住我呢句話，徒弟唔信，覺得師傅睇錯，跟住2個後生仔嘅人生行咗10幾年，逐年記錄落嚟，果然以珠口大嗰個後來開咗間鋪租，生意越做越大，仲娶妻生子。另一個就一直浮浮沉沉，做乜生意都唔順，最後流落異鄉。幾百年之後，故事去到香港50、60年代嘅深水埗，有間老字號綜藝館，坐館嘅老米師有個習慣，睇症之前必先望病人熱珠1眼，先睇人再睇病。佢徒弟問點解，老米師話睇病唔淨係睇病，要睇人個底子，以珠口實嘅，捱得起重藥，落得重藥都頂得住，醫住撲遠嘅落藥要輕，捱唔起，落重咗反而傷身。呢個習慣後，你啲老街坊都記住咗。有人仲話老米師望熱珠望得準過流血壓，仲講笑話，睇病唔係睇儀器，係睇人。而家就喺香港觀塘嘅工業區，我識一個做人事工作嘅女仔叫Cindy。
喺一間做咗10幾年嘅貿易公司負責招聘，見過嘅求職者加起碼有成1000幾個。佢同我講，係面試人有個自己都講唔出科學根據嘅習慣，蒙耳豬。佢話耳豬厚實，貼住面嗰啲應徵者，佢發覺佢哋入職之後定性高啲，賣得耐啲，遇到壓力唔會隨便鬧脾氣就人，反而有啲耳豬特別薄，飄地地嗰重，好多時做幾個月就轉工。你又仲講得似層似層。我問佢有冇做過統計，佢笑話自己冇，但10幾年觀察落嚟，我感覺越嚟越準，準到佢自己都覺得有少少驚。聽完Cindy講完，自己都覺得幾有意思。原來呢種眼力唔係上士獨有，普通打工仔做耐咗都會練出來。你而家可能會心諗，咁遠嘅故事關我事咩？我又唔係開冰室，又唔係做人事，但你信唔信？你今日出門口之前照緊正梳頭嗰陣，其實已經錯過咗一個好簡單嘅自殺機會。呢個機會每日都喺度，只係你從來冇諗起去用。第一處就係以稅後大利耳稅，從來唔淨係代表長壽，而係代表一重我哋幾十年都未必留意到嘅定。呢種定先係福氣真正嘅根。好多人以為睇醫生睇嘅係大細，大就好，細就差，越大越掂，越細就越冇運行。但以我所見，從來唔係淨係睇大細。耳豬大蛋重重圓圓，同耳豬大蛋厚實貼肉，完全係兩件事。前者望落得意，後者望落實在。原來真正嘅福相唔係大咁簡單，而係後先係關鍵。後先代表你面有實質，唔係淨係一個虛偽。風水相術古籍馬醫相法論議有一句以為彩聽半，肉得厚而大，貼肉而生。翻譯做返我哋而家嘅話，意思係話以呢個器官，古人睇佢做接收外間信息嘅罐，要厚要大，仲要貼住面住生，先算一做好。耳豬薄地條地，黐面太遠，代表呢個人心散，聽極都聽唔入耳，話講就等於冇講。耳豬厚實貼肉，代表心定，聽得入先記得住，機會一講出嚟，佢就接得穩。原來耳垂口大嘅人唔係單純好命，而係佢哋聽得入，先命好嘅機會留得住，唔係機會冇嚟過，而係嚟過你都接唔住。你諗下你屋企個熱水爐，好嘅熱水爐水喉接駁得實，一滴都唔漏，開幾耐都係等熱，接駁得從人未開幾大火，熱水都係漏走咗大半，開到一半就轉凍水。呢個比喻可能有啲牽強，熱水爐始終係冷氣機房嘅嘢，同耳豬寫得有啲遠，但你應該明白我想講嘅意思。耳豬口大嘅人就好似接駁得實嘅水喉，人哋講嘅好話好機會留得住。耳豬薄嘅人唔係聽唔到，而係聽完就漏走咗，自己都唔記得，過咗幾日仲會怪自己點解又走漏咗機會。點解單係耳豬，唔係其他位？我自己諗咗好耐，反覆推敲，後來諗到原因唔係書入面寫嘅嗰套單純高壽命，而係講緊一個人嘅定性。簡單講，耳豬好薄，反映心性定散，心性定散，決定機會留得住留唔住，機會留得住留唔住，就係福氣顯現喺生活裏面嘅樣子。呢條鏈一環扣一環，脫一環都唔成立。你而家可以摸下自己嘅耳豬，係咪俾你臨長種後，定係薄薄地？
保證唔使用力，輕輕捏一下感受下質感有度，唔使驚。呢個只係一個參考，唔係判斷，更加唔係判你今世嘅死刑。而豬口大唔係天生好命，係你聽得入先留得住。而豬講完，但你可能會問，如果我豬唔夠口，係咪冇得救？係咪呢一世就注定同奧運冇緣？唔係，因為呢三處從來唔係獨立運作，單一一處啊，唔代表全局都散。第二處反而最易被人忽略，因為個個都有額頭，日日照鏡都見到，但你未必留意過自己額頭個真光，原來一直喺度起變化，只係你太習慣掃一電腦，所以從來冇細心睇過。你有冇試過喺巴士車窗翻光嗰陣，無端端望住自己個額頭，唔係特登睇，而係冇意識咁望咗過去冇有，而且唔止一次，同樣都係心情唔靚嗰陣，先會留意到，心情好嗰陣反而冇諗起睇，望落去自己都覺得點解呢排額頭好似暗咗少少，連皮膚狀態都跟住差咗。好多人以為額頭嗰陣光淨係皮膚問題，搽多支精華就搞得掂，去多幾次 facial 就會泛靚。但依我所見，從來唔係咁簡單，皮膚底下仲有一層你睇唔到嘅東西。第二處就係額頭，天庭飽滿開闊嘅人，從來唔係生得靚仔靚女，而係心胸喺度，一直顯現喺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騙唔到人，亦改唔到樣。風水相術古籍麻衣相法論額，有一句廣為人識嘅講法：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。翻譯做返我哋而家嘅話，天庭即係額頭中央嗰一片，要飽滿開闊，先算得做相格完整。古人將額頭睇做官祿宮，代表一個人嘅心胸氣度同埋未來嘅福祿。呢個位唔夠開，福祿都行得辛苦。額頭窄壁或者印堂位置長年就埋一團，代表呢個人心胸窄，容目刺，遇到少少唔順心就糾結好耐。額頭開闊代表心胸闊，先容得落福氣行埋身，於是先有轉身嘅餘地。而唔係額頭嘅闊窄，從來唔係單純講外形，而係講緊一個人嘅氣度，氣度先係決定走得幾遠嘅關鍵。幾百年前有一個讀書人嘅故事，流傳喺好多地方字嘅集嘅裏面，唔同地方仲有唔同版本，但骨子裏嘅道理都一樣。話說有位地方官，要喺兩個候選人之間揀一個做副手，幫手處理地方政務，一個口齒伶俐，應對如流，乜乜都答得快；另一個講話唔多，甚至有啲慢，但望落額頭開闊，眉目舒展。地方官身邊嘅老幕僚同佢講，口才好嘅未必能擔大事，遇到突變反而容易亂響。但呢個額頭開闊到位，於是唔會放心胸夠闊，用得落唔同意見，受得起唔同聲音。地方官半信半疑，但最後揀咗額頭開闊嗰個角。果然呢位後來處理一場地方糧庫，冷靜調度，逐家逐戶安排糧食，鬥咗3條村。事後冇人記得佢講過咩漂亮說話，但個個都記得佢嗰陣猛成呢樣。幾百年之後，跳到而家香港，我識一個喺旺角做布料生意嘅阿強，佢同我講起佢搵生意拍檔嗰段經歷，講嘅時候仲帶啲苦笑。佢話自己以前搵錯過一個拍檔，嗰個口才一流，講起生意眉飛色舞，畫大餅畫到天上有。
結果做咗半年就走數走人，留咗一堆爛尾單俾阿強收拾。阿強話佢依家揾拍檔，但一眼唔再睇對方高得機動停，佢會留意對方個額頭，就埋一團愁眉苦臉個床，佢寧願唔做，寧願少做生意都唔同呢種人合作。我問佢點解，佢笑住答唔知點解，但佢覺得額頭開闊嗰啲人起碼心定啲，唔會做啲短視嘅嘢，就算一時蝕底都唔會亂搞。你諗下你屋企個雪櫃，雪櫃入面格局闊落，放嘢有彈性，臨時有親戚送嚟嘢都仲塞得落，逢年過節多咗幾樣嘢都唔放，格局逼合嘅雪櫃，好多一盒嘢都要諗半日點塞，最後仲要丟咗啲舊嘢先放得入。額頭闊窄其實同呢個道理有少少似，唔應該講得準確啲，唔係話額頭闊就乜都裝得落，而係話心胸闊嘅人遇到突發嘅事有位調動，唔會即刻爆，仲有空間去消化。簡單講個邏輯，額頭開闊與否反映心胸氣度大小，心胸氣度大小決定嘅事時調動空間多寡，調動空間多寡就係長遠福氣留得落漏唔落嘅關鍵。你而家可以照下鏡，留意你額頭中央嗰個位係咪一向都係咁開闊，定係近排好似收緊咗就埋咗一團，連人頭都跟住暗咗。唔使即刻擔心呢個位係會隨心境轉嘅，即係話佢可以變闊亦可以變窄，唔係一錘定音嘅事。心胸闊一寸，額頭就開一寸，福氣自然多一份。額頭講完，但我想講一句心底話，頭涼住你都可以慢慢養，唔使急，急亦冇用。呢種嘢急唔密。第三處反而最少人留意，因為個個都有，日日都見到，但你未必諗過佢原來係陽氣最會聚嗰個位。連民間都有講法，話你一處定得住，我都唔敢埋身。呢句話流傳咗幾代人，唔係冇根據嘅。講到呢度，自己都覺得呢首先係今晚最值得你照鏡睇清楚嘅一個位，比前兩處更加貼身。好多人以為辟邪驅鬼要靠符咒，要靠法器，要請人專門做法，仲要揀日子間時辰。但依我所見，從來唔係咁簡單。其實你身上一直都有一個位，已經有，根本唔使靠任何外物，就已經有辟邪嘅效用。呢個位你出世已經帶住你，只係你從來冇當佢係一回事。你細個有冇試過跌親或者嚇親？屋企大人會立即用手指甲合你人中，合完仲會念兩句，話你冇事冇事。我細個生日跌親，我阿婆每次都係咁做，合完仲會用口吹兩下。我以前以為呢個淨係急救動作，你做合人中，無非係想令你瞓醒，等你唔好晒於過去。直到我研究儀理同雙術機10年之後，先發現呢個動作背後藏住一個我哋一直忽略嘅秘密。呢個秘密連阿婆自己都未必講得出道理，但代代相傳，從來冇斷過。第三處就係人中，民間一直話呢一處係陽氣最會聚嘅位置，呢一處定得住，先正係鬼怪邪氣最唔敢靠近嘅原因。呢個位一散，氣場先會跟住散。幾百年前有一個行船嘅女人嘅故事，流傳喺好多地方嘅口耳相傳裏面，唔同地方版本有出入，但中心思想一樣。話說有個女人
夜晚趕路經過一條山路，傳聞嗰條路經常有古怪事發生。夜行嘅人成日話聽到啲怪聲，有啲人行到一半就嚇到就飯頭。呢個女人冇帶任何輔助法器，行裝簡單，但行咗成晚，平安無事，連一聲怪聲都冇聽到。第二朝村里有人問佢點解唔驚，佢話自己都唔知有咩特別，淨係由細到大人中個位生得心而直。啲路人話佢面上定得住，唔會亂。村民聽完半信半疑，但之後幾十年，凡喺呢條山路出事嘅人，十有八九村民都會留意。出事嗰啲人中位置都係淺淺地唔太明顯，慢慢呢個觀察就變成咗村里嘅一重共識。幾百年之後，護士去到香港70、80年代，旺角太子站附近有個擺檔嘅路上時，人哋叫佢做九叔，擺檔擺咗成幾十年，街坊都識佢。九叔有個出名嘅習慣，幫人睇相。第一眼唔係睇額頭，唔係睇耳珠，而係睇人中。冇第一眼睇得最仔細嘅就係呢一處。佢同街坊講額頭耳珠睇嘅係你嘅腹後膊，但人中睇嘅係你定唔定。人中心而直嘅人，夜晚呢個人行黑路都唔會驚，因為佢個氣場本身就會唔係靠膽大，係透定。街坊問佢點解咁肯定，九叔笑住話自己擺檔幾十年，睇過幾千個人，呢個位佢冇睇錯過，錯極都唔會錯得黐譜。而家做喺香港太子道一帶嘅茶餐廳，我識一個茶餐廳伙計，要話真，佢做嘅嗰間鋪，凌晨收工，佢日日都要獨自行返屋企，行嗰段路冇乜街燈，仲要經過一條窄巷。我問佢驚唔驚，佢話以前驚，行嗰段路山亦加快腳步。依家唔驚，佢話自己有次喺街市遇到一個老人家，望住佢個面，話佢呢個人中生得幾好，夜晚行夜路都唔驚得扯，叫佢唔使驚。佢一開始唔信，覺得係老人家隨口講，但講開講埋，佢發覺自己真係由嗰陣開始心定咗好多，連行夜路個從莫名嘅恐懼咁都少咗，好似心入面有個嘢穩住咗咁。古籍裏面有一句落幾十年來都奉為座右銘嘅話，出自《黃帝內經素問》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翻譯做反我哋而家都話，意思係話一個人體內正氣充足，邪氣自然唔敢侵犯。呢個唔係單單講鬼怪，亦講緊一個人嘅精神狀態。原來人中呢個位，從你睇嚟，真正係人物嘅末端，陽氣匯聚之處。古人話人中定得住，其實講嘅唔係迷信，而喺呢一處，正係正氣最容易演現出嚟嗰個窗口。攞呢個位，等於無近一個人體內嘅狀態。簡單講個邏輯，人中心而直，代表任督二脈交匯暢通，正氣足，邪氣難侵，呢一處先令人覺得定。連民間都話鬼都唔咁埋身，呢條鏈由心理到氣場，一路推到運勢，環環相扣。你諗下，你屋企大門口嗰個門檻夠高夠實，啲老鼠蟑螂都唔容易爬入嚟屋企，開門關門都順順利利，門檻咪咗重咗，啲嘢就慢慢爬得入，你都未必即刻發覺。呢個比喻可能有啲核突，要門檻俾人中，聽落怪怪地，但個道理係咁嘅道理。人中呢條溝就好似你身體嗰度門檻，佢定得住，啲唔好嘅嘢先唔容易侵入。
佢一重放線就跟住重。你而家可以揞個鏡仔，令佢黐睇下自己人中嗰條扣係咪深而寫直，定係淺淺地唔太明顯。光線唔到都可以用手機電筒照下，睇唔出都唔緊要。呢個位同前兩處一樣，係可以慢慢讓嘅，唔係一望就一勢就定。人中定一寸，斜起退三分，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正氣顯現。而家如果你都想為自己求一個轉機，可以喺留言度靜靜寫低4個字：發失立福，唔使解釋，自己知就得。呢4個字寫落去嗰一刻，其實已經係一重心念嘅整理。以上額頭人中3處我都同你講完，每一處背後嘅故事同道理都同你交代清楚。但我知道你而家心入面可能有個更尖銳嘅問題，如果我3處一處都對唔上，係咪代表我冇福氣？係咪我呢一世都同好運無緣？呢個問題我諗住要好好同你講清楚，因為答案可能同你諗嘅完全相反，仲可能令你從一口氣。你啱啱可能心諗，如果我以水撲額頭窄，人中有錢，係咪我今世注定冇福？係咪我無論點麼都改變唔到自己？我可以即刻同你講一句，唔係我講呢句，而係我幾十年觀察落嚟，發現一個咁重要嘅道理。呢個道理比3處本身仲重要。3處特徵從來唔係考試評分，夾埋一齊先會形成完整氣場。單嘅一處唔夠，但你而家未夠，唔代表你以後都唔夠呢一點。我講得好肯定㗎，好多人以為喺上睇風水係一次性嘅判決，夠就夠，唔夠就一世唔夠，冇一次就蓋棺定論。但依我所見，從來唔係咁。原來呢3處全部都係可以隨住你心性，隨住你日常做嘅嘢，慢慢轉變嘅，唔係石膏倒落去就定型，而係一直流動嘅。已經光掛文言有一句我幾十年都中意引用嘅話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翻譯做翻我哋而家嘅話，意思係話天道運行不止，君子亦應該效法呢種精神，不斷自我修養，永不停步，唔會因為今日唔夠好就放棄。原來呢3處嘅變化從來唔係一次到位，而係你每日嘅心性，每日嘅做人方式，慢慢累積出嘅結果。唔係等運到，而係讓運到。你記唔記得我喺呢個係你一開始講過嗰位雲遊嘅修行人？村里嘅老婆婆話自己睇得出，但講唔出究竟邊一處唔同。其實我而家可以同你講翻，呢位修行人並唔係生出嚟就咁嘅氣場，唔係一出世就帶住3處貴相。佢年輕嗰陣行夾遍走天下，乃望埋洞瞓過破廟，行過爛路，但從來唔起談面，亦唔輕易發怒。遇到刻薄佢嘅人，佢都唔會懷恨佢哋耳垂。額頭人中都係佢呢一世修出嚟嘅，唔係天生帶住嚟嘅，係一步一步行出嚟、捱出嚟、引出嚟嘅。幾百年之後，故事去到香港80年代，中環有層寫字樓，有個負責倒茶遞水嘅阿婆，人哋叫佢何姐。何姐冇讀過書，亦唔識睇相，連相術呢2個字都未必識寫，但寫字樓入面個個都中意佢，老闆又唔係煩心事，寧願同何姐傾，都唔同自己副手傾。有個後生同事問個老闆點解，老闆話何姐冇乜文化，
但望住佢個人，心會自然定落嚟，唔知點解。傾完啲煩惱都好似細咗。何姐做咗嗰度成20年，老闆都未聽過佢同人嗌過交，連倒茶都倒得特別勻，從來唔會潑出嚟。呢層寫字樓後嚟搬咗去，何姐退休，但有啲老員工而家見到面都仲會講起何姐個從望住佢就安心嘅感覺，講起嗰種感覺仲會面帶笑容。而家輪到你，我唔知你今晚照鏡望住自己20歲額頭人中嗰陣，心入面諗緊咩？係釋懷定係仲有少少唔安？但我知道呢三處，你今日睇完未夠完美，唔代表你以後都係咁。呢一點你要記住。你諗下你屋企人嘅一盆植物，啱啱買返嚟嗰陣，可能黃黃地，葉都唔夠精神，望落仲有少少煙，但你日日淋水擺啱位置，慢慢佢就會精神返嚟，過多幾個月仲會開花。20歲額頭人中同呢盆植物一樣，係會跟住你嘅心情慢慢轉嘅，唔係一次澆水就靚飯，而係長年累月嘅事。福氣從來唔係一個固定嘅事，而係一個你一日都喺度搞嘅完。你今日唔淋水，佢就少一分精神；你一打理，佢自然慢慢回春。簡單講個邏輯，以誰反映你聽唔聽得入好嘅嘢，額頭反映咪心胸闊唔闊，人中反映你正氣足唔足，三者夾埋先構成一個人完整嘅氣場。單一處強唔代表全部穩，但三處你肯一齊讓，氣場自然會慢慢轉好。呢個轉變你必你自己一眼睇得出，但身邊人會先感覺到。你而家三處都摸完，照完心入面有冇一種原來係咁嘅感覺？唔使覺得自己唔友好，因為呢面鏡從來唔係用嚟判你分數嘅，而係用嚟提你一聲，提你而家開始養仲未遲。鬼唔敢靠近你，唔係因為你夠惡，而係因為你夠定。我有一個問題，其實唔係問緊大家，係問緊曾經有過呢種處境嘅你。你有冇試過行夜路嗰陣，心入面莫名其妙咁定緊落嚟，自己都唔知點解，連自己都覺得奇怪。如果啱啱講中你自己心入面有數就得，想講出嚟老言道堅，我會逐個提。20歲額頭人中呢三處，你而家照一照，會唔會發現啲唔同，定係發現原來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你從來冇留意？我諗答案唔使我講，你自己心入面已經有。